的是，大师兄杀人了！大师兄杀人了！老夫还是不太明白。诡计多端，要我们千万小心。再说了，换班看守的师弟还没来呢。没关系啊，我来替你们看着，你们去吧。这不行啊，二师兄。怎么了？现在连二师兄的话都不听了？瞧您说的，我们哪能不听你的话？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，有劳二师兄了。嗯。怎么样？都安排好了。好，看着。你是？怎么？见到我很吃惊吗？你装什么傻？难道你就没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那么姑娘觉得我应该对你说点什么呀？我知道，那天我那么对你，你一定很恨我，也有理由恨我。也许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对我？什么那天这天的？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怎么对你？我要你死！叶红影，你为什么不躲？我不会躲。你武功那么高，怎么不会躲？我真的不会。姑娘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我死啊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装傻？难道过去你给我的伤害、给我的痛苦还不够吗？姑娘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，我怎么会给你伤害和痛苦呢？叶红影，你……过去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岁月，你居然说不认识我？我们度过了那么多岁月。哦，师傅跟我说过，小时候我有个玩伴一起长大。啊，你就是冬晴。你把我当成杨冬晴了？难道不是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就是在梦里叫我洗手的那个小女孩。詹庄主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再给我和马尚飞一个机会吧，让我跟马尚飞学一学当时战姐姐被杀的情形。我保证您看了之后，绝对不会认为英雄哥哥是杀死战姐姐的凶手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不要瞎胡闹了。大侠哥，你心里难受，我知道。其实你们家里的事儿，按说我们不应该管，但是我们只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让你知道的更清楚一点。詹庄主，我求您相信，我跟马尚飞真的没有胡闹。我们为了这件事情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个高人，这个人神机妙算，破案无数，他还教了我好多绝招呢。詹庄主，我真的有把握证明英雄哥哥不是杀死战姐姐的凶手。您不希望您的女儿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吧？您也不希望您的大徒弟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背黑锅了吧？那您就相信我吧，我求求您相信我吧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好吧好吧，既然你们俩都执意如此，请便吧。谢谢詹庄主。马尚飞，你来演战姐姐，我呢就来演杀人的大坏蛋。好。詹庄主，你就来演英雄哥哥吧。詹庄主，把您的扇子借我用一下好吗？别再犹豫了。啊，二师弟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一定认识这位姑娘。你告诉我她的名字是不是叫杨冬晴啊？是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你梦里的那个小女孩杨冬晴。什么？你真的是冬晴？是我是冬晴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儿女情长的，抓紧时间动手，要不然一会儿人就来了。我可警告你，到时候可别怪我分脸不认人。我在门口给你看着，赶紧动手。哎，你干嘛把二师弟打昏的？红影哥哥，这件事情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，你先跟我走。啊，走去！哎，詹庄主，我们开始了啊！今天你跑不掉了，我要杀了你！大师兄，杀人啦！
大师兄，杀人啦！詹庄主，您听清楚了吗？刚才马上飞是喊的“大师兄，杀人了！大师兄，杀人了！”您记住了吗？好，这次我当英雄哥哥，你还是当战姐姐。你怎么老让我当女的呀？我让你当你就当嘛。詹庄主，您看清了啊！哼，我要杀了你！大师兄杀人啦！大师兄杀人啦！詹庄主，这两种形式都不一样。第一次马上飞喊的是“大师兄，杀人了！大师兄，杀人了！”第二次他喊的是“大师兄杀人了！大师兄杀人了！”老夫还是不太明白，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？嘿，大侠哥，你怎么回事？很简单嘛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道理，这差别那么大。詹庄主，马上飞说的对，这两者之间确实有天壤之别。第一种是有人要杀马上飞，马上飞说：“大师兄，杀人了！大师兄，杀人了！”其实啊，并不是英雄哥哥要杀他，而是别人要杀他。他呀是向英雄哥哥求救。第二次，小少爷我来说啊，小少爷装成鸟人，拿着刀面对我，我喊：“大师兄杀人啦！大师兄杀人啦！”詹庄主，您现在明白了吧？如果战姐姐看到英雄哥哥真的要杀他的话，她就会喊：“大师兄杀人了！大师兄杀人了！”可她不是那么喊的，她喊：“大师兄杀人了！”其实啊，她是在向英雄哥哥求救。这个师傅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又出什么事了？二师兄被人打晕了，大师兄不知道被什么人劫走了。什么？姚北哥哥，快把事情的经过告诉詹庄主吧。我去的时候，叶红影不知去向，我正在纳闷是怎么一回事，一不小心就被人打晕了。没看到是谁打晕了你吗？师傅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看住杀灵儿的凶手。您责怪我吧，我对不起您。这也不能怪你，好好休息吧。可惜，让叶红影那个狗贼给跑了。大哥哥，你就别着急了，我们呀正跟战庄主琢磨着呢。杀死战姐姐的凶手啊，不一定就是英雄哥哥。对，我们一定把事查清楚。你总不希望梅国门的妻子死得不明不白吧？没错，我也希望能把事情查清楚。可是所有的证据证明，所有的尸地也都能够证明，叶红影他就是凶手啊。有很多事情都是亲眼所见、亲耳所听，那未必是真的。往往有很多事情都是容易欺骗自己，那就是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见。所以我反复思量，灵儿的死确实有很多疑点，所以我希望能够理清真相，以为灵儿的在天之灵。师傅，叶红影就是凶手，这就是真相。徒儿被人所伤。师傅啊，师傅，您怎么还不相信？这一定是叶红影的同谋所为啊！可是我左思右想，真的找不到红影要杀灵儿的理由。就算之前灵儿确实是想把叶红影逐出折剑山庄，可是他对灵儿好像是情同兄妹，绝对不会为了这么小的事情起了杀人泄恨的念头。你跟他是一块长大的，你应该了解红影。我了解他，可是师傅，哎呀，姚北哥哥，你不觉得你说的很奇怪吗？自打我认识英雄哥哥以来，他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，怎么可能有你说的同谋呢？你说同谋，那最像的也就是我们两个算同谋吗？你说我们俩长得像同谋吗？就是同谋，我们也打不过你啊。好，就算你们说的对，可是叶红影畏罪潜逃，这怎么解释？啊？这就是事实啊，师傅。红影失去了记忆，空凭双手，向同时暗算你们两兄弟，这绝非容易的事情。
师傅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您怎么还相信他？我只相信事实，而且我觉得童影的失踪太离奇了。你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再告诉我一次。是师傅。进去吧，你进去，快点！小少爷，还亏得你还是读圣贤书呢，这死者为大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？人家好好的在那躺着，你吵醒人家，万一站起来怎么办？这是对死者的不敬。你就别跟我耍心眼了。什么叫对死者不敬啊？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。你只是胆小鬼，没那个胆儿。切，小看人！你别说他躺着，他现在站起来，我能怕他吗？我是个男子汉。那行，你说你不怕的啊，咱俩一块儿进去。行，有本事你先进。切，我先进就我先进呗。我先进啊。比我胆还小呢。哎，反了你了！我是主人还是你是主人啊？我让你进去，你就得进去，听到没有？哎，小少爷，不进去吧你！哎呀，干什么？哎呀，我都说我进来，你还推我干嘛呀？让他在这接着睡吧，咱别吵他，一会儿再醒啊。没事儿，他人都死了，不会再醒了。要是他真醒了就好了，这样他就能告诉大家，杀他的人绝不是英雄哥哥了。你还真想让他醒了啊？他醒了，咱俩就躺这儿了。走。哎，别！那个叫赵大胆的捕头说过，要看清他身上的伤口，也许就能找到线索了，也能证明英雄哥哥没有杀死战姐姐。还看伤口？哦，我的天，小少爷，你上辈子欠鸟人什么了你？他现在已经被劫走了，是不是凶手已经不重要了。哎呀，一个人啊，最重要的是名节。我跟英雄哥哥是朋友，我一定要证明他的清白。我呀，不能让他遭受不白之冤。他现在还背负着杀人凶手的罪名呢。不是小少爷，我真是有点害怕。你害怕什么害怕呀？瞧这事，战姐姐知道我们是来帮她的，她一定不会变成鬼来吓唬我们的。再说了，我还在呢，你怕什么怕呀？你真不害怕？当然了，我害怕什么害怕呀？我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怕，不像你胆小鬼。哎，我怎么觉得地有点动啊？有吗？小少爷，你脚怎么直哆嗦呀？我冷行吗？我冷。其实我比你还冷，